希塔療癒，世界最強的能量療法，第4章，到達萬有造物主的路徑。回想起來，我可以看到，當我第一次開始認真地進行解讀和療癒時，有道門就以某種方式為我打開了。在某種程度上，我有點像愛麗絲夢遊仙境裏跌落兔子洞時那樣。我開始有着緊密增加的靈性體驗，正如我所解釋的那樣，我一直都很有第六感，有些人稱之為靈視力。但是對於即將來到的事情，我準備得實在太少了。我懷疑我的第六感正開始完全打開，因為訊息從我所知道的全有界開始湧入我的腦海。在這些早期的經歷中，我遇到了真理法則，它教會了我7個全有界的概念。存在嘅7界將會喺第16章詳細解釋。存在嘅7界為我提供咗一個概念嘅媒介，用於理解呢個世界如何喺實際同埋靈性層面上面運作，以及為什麼會咁樣運行，仲有佢如何與作為人類嘅我哋有所關聯。這讓我更加了解一切萬有造物主的概念。我透過一切萬有造物主了解到，是有可能創造實體上的療癒，以及在靈性上進步並尋找開悟的狀態。與第7全有界嘅造物主有越多嘅直接聯繫，我對於如何構成整個整體嘅其他全有界嘅概念亦變得更加清晰。傳達在靈性學領域內發生過嘅過程可能係一個挑戰。我哋嘅口頭語言冇辦法對於靈性思想形式同埋靈性信息做完整嘅傳達。通過書面文字傳達這些經歷更具挑戰性。自從寫作的發明，聖人、先知、預言家都曾經試着嘗試將靈性經驗用文字傳達喺紙上邊。但這些純粹頻率概念嘅表達，幾乎都達不到神聖原始純粹嘅要求。當我第一次開始教別人時，我開始意識到這個過程是很自然發生的，以至於口頭和書面文字都冇辦法輕易咁樣精準表達。但不知何故，我不得不將一個靈性概念帶入文字中，因為我所擁有嘅只有文字。我第一次試着教導人們如何做解讀，是試着教導讓人們離開佢哋嘅範圍內。我用一個冥想過程將佢哋嘅意識發送到佢哋自己身上1、2或者20公尺以上嘅距離來連接上帝。在我早期的這2本書《往上尋找上帝》Go Up and Seek God 與《往上與上帝合作》Go Up and Work with God 嘅書籍裏邊，我就使用呢一個1、2或20尺作為最高能量嘅早期路徑。這種冥想過程旨在釋放地球嘅磁引力和人的利己主義意識。當時我認為這與任何我將其他人連結到一切萬有造物主的方式一樣好，但是也如我所教導的，我發現人們有許多限制性的信念系統。所以這個過程對一些人來說是成功的，但不是對所有人都能有效。有些人會感到困惑。當我帶他們完成整個過程時，有些人需要接受引導，還有些人到了一些由他們錯誤信念系統所引導去的地方。當我上去與造物主連結時，我的一些學生開始問我做了什麼與他們不同的事。似乎他們本能地知道我要去的不是他們去的地方。我執行這個過程很久了，以至於它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經過認真考慮後，我坐下來進行冥想，去覺察我是否去過與我教過的空間1、2或20公尺處不同的地方。我花時間思考我正在做什麼，以及如何將其用於言語以讓其他人受益。這是我的過程，以及我如何學會揭開面紗。
上去第7屆與一切萬有造物主連結。造物主向我提供了以下的過程，以幫助你練習連接一切萬有造物主並理解所有嘅一切。一旦學到這一點，你就會持續連結到第7存有界。你不需要經歷整個過程，你只需要在那裡。首先，將你嘅意念傳送到大地之母的中心，進入一切萬有的能量。從地球中心帶上來一切萬有的能量，進入到你的腳和身體。現在把能量帶上，貫穿你的7個脈輪，想象往上，在頭頂形成一個美麗的光球。這時你會發覺自己就在光球裡面。你不妨停下來注意看這光球的顏色。現在想象往上超越宇宙，再想象進入宇宙上方的亮光。這是一道大而美的光。想象一下，經過了這道光，你會再看見另一道光，一道又一道。事實上有許多一道又一道的光，繼續往上升。在一道光與另一道光之間有一點黑暗的部分，但這是每道中間的界線，所以繼續前進。終於來到一大片明亮的金色光芒，穿過它。通過這道光，你將會看到一道能量，一開始會比較暗。你將會進入果凍般質感嘅宇宙法則層。當你接近它時，它會不斷的轉換顏色。這裡是法則，你將能看見各式各樣的形狀和顏色。在遠處有珍珠般帶點白又帶點藍的亮光，一直朝那亮光前進。當你越來越接近的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片粉紅色的薄霧。繼續前進，直至你看清楚它。它是慈悲法則，它會把你推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你會看到一個帶住珠光白色、長方形，好像窗口一樣的開口。這個窗戶就是進入第7存有界的入口。現在穿越它，一直到它的深處，直至看見一團白色光芒通過你的身體，感受它是一種很輕、很純粹的感覺，就好像你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與這股能量合而為一，你變成了那所謂的萬有。別擔心，你的身體不會消失，它將變得更完美和健康。請記住，這裡只有能量，並沒有任何人或東西，所以如果你見到人、感覺到人，你要再升高一些。就是這個地方，萬有的造物主從這裡做的療癒都是即時的，你也可以在這裡創造自己人生的各個面向。第2種方式，擴展方式。一旦練習了通往第7界的路徑，可以嘗試另一種冥想，擴展冥想的方式。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深呼吸。想象一下，你和椅子在分子層次上合而為一。你身體裡的分子和椅子的分子在彼此之間來回傳遞。你不是在擴大，而是連接到椅子的分子，和它合而為一。現在想象一下，在分子層次上，你是房裡一切東西的一部分，向外擴展，與外界合為一體。再觀想，你是所在的這個城市的一部分，然後你是所在國家的一部分。觀想，你是整個地球的一部分。你與地球上的陸地、海洋、每個生物，這個星球上的每個國家連結。
直到你與地球成為一體。再觀想你和宇宙成為一體，觀想你是所有明亮白光的一部分，觀想你是果凍物質的一部分，最後觀想你是燦爛奪目的白光的一部分。它是全有的第七界，燦爛奪目的宇宙與白光與你合而為一，成為一體。深吸一口氣，睜開你嘅眼睛，歡迎嚟到全有嘅第七界。看，你不是分離的，你是上帝的一部分，萬有的一切。人們天生會抗拒離開他們的安全區，也許需要一些時間去訓練你的大腦到達全有的第七界。如果你發現此過程存在問題，可以要求造物主將你帶到第七界。使用這種能量是你與生俱來的權利。你可能還想嘗試使用冥想方式到達七界，後面會再有冥想嘅方式。上升到第七界嘅過程將打開你心中的大門，將你與一切萬有嘅源頭連結起嚟。它似乎將大腦中的神經元連接到創造點。事實上，在你真的去到了第七界，你睜開眼睛就會發現你已經與所有的一切萬有連結，而且面紗已被揭開。當與造物主真正連結時，你可能會感覺到頭頂發麻，你將會知道何時連結造物主。連結就是這樣的。記得，這不是你的靈魂上升到第七界，只是過程創造的意識。在使用快捷方式下指令和請求帶你進入第七界之前，請一步一步地重複執行此個過程。當你使用這個過程去第七界嘅時候，感覺就是你自己走出去，進入宇宙的深處，並通過入口進入造物界。在某個程度上，這是真的，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樣。在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個微小嘅宇宙，與萬物嘅浩瀚相同。那麼，我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什麼？我們發現每個人都有創造力、源頭和上帝，無限存在於我哋嘅內心同埋外在。那麼，當你向上去尋求上帝時，你會去了哪兒？當你經過果凍物質時，你會去哪裡？你正在進入一個原子的核心。每次你連接到造物主，你都會在內心的浩瀚之旅前進。這段旅程將你與自己連接到原子，也讓你了解外部宇宙的無限能量，並認識到上帝在每一個原子中。所以你要在自己內心進行一次旅程，找到你內在的創造者自我，向外尋找宇宙意識。宇宙意識與我哋嘅塵世意識截然不同，有許多觀念是這個世界特定層面，其中許多方面純粹是人類設計的，但也有其他方面是從神聖的靈感中創造出來的。我們可能很難理解這個地球的概念是什麼，幻想是什麼，我們創造的概念是什麼，以及神聖的概念又是什麼。例如，人類集體意識尚未發展成純粹神聖時，具有競爭特徵，不僅是我們認知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在我們的 DNA 中。輪迴是許多概念的另一個例子。這些概念僅作為意識存在於地球上，但並不一定是純粹的神聖感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觀念盡可能地純潔，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離開地球的幻象，與造物主同在，來一起創造療癒的原因。藉着使用經過星星的路徑進入創造界，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突破了地球界限，
使我們成為不受地球法則約束的宇宙力量。以下是我們使用路徑到存有的第七界時釋放的一些方面和感知。人類的小我、死亡、身體和精神的情緒，例如恐懼、懷疑和不信任、群體意識、二元論、本能慾望、激情，在物質世界中成為人、身體的錯覺，必須要受苦，必須要犧牲、分離和我需要一種令人娛樂的經歷，即係頭腦糖果。以上呢啲都係會喺我哋使用呢個路徑去到存有第七界時釋放咗嘅信念。第四章嘅最後係每日希塔療癒冥想，每日利用呢個冥想過程來練習與造物主連結。擁有住呢種能量嘅時間越長，就能夠越容易喺生活當中創造美好的事情。想象一下，能量從地球中心上升到你嘅腳底，從下而上上升到你嘅頭頂，並且以美麗嘅光球喺你空間之上，帶領你通過所有存有界，直接去到第七存有界。你到咗啦，你喺嗰度。當你到達第七存有界嘅時候，圍繞住你嘅光球消失，所有嘅能量都包裹住每一個讓你成為自己嘅分子同埋原子，直到最後你融入一切萬有造物主嘅愛當中。這裡沒有恐懼，你只是輕輕地感受到這種能量穿過一切。你意識到你是所有一切和每個人的一部分，很容易在這種能量中顯化出來，因為你意識到自己是一切萬有的一部分，也是所有人的一部分。你可以感受周圍的能量。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的身體就到達完美嘅平衡。現在是時候考慮你生活中想要的東西。想象一下，它們已經存在於你生活中，並且你是它的一部分。深吸一口氣，睜開眼睛，感受與一切萬有嘅完全連結。正是從這個地方，你完全連結到一切萬有。這種感覺，你可以改變生活中嘅結果同埋能量。這就是上升到一切萬有。在整本書中，這將是一切萬有造物主的導航過程。